跟你们讲一件事，我上班的地方有人确诊。哈，真的有人确诊，没错，我已经很久没上班了。好可怕哦，真的要小心一点。超恐怖的，没错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？可是你有上班还比较还不错，我整天人在待在家里面的那几个臭小子，他们停课真的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整天就只有煮饭、洗衣、打扫这3件事情在重复一直做。然后你的饭煮完了，我要出去补货，回来要全身消毒。他们在旁边一直吵，连澡都不能洗，真的很烦，你知道？非常烦。那你比较烦，那你那蛮烦的。你这是属于地方妈妈的心声吗？一直带在手上。我跟你讲，我也快得忧郁症，因为我把所有韩剧都追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追洋剧了。是啊，追洋剧，我看你是想西洋剧吧？没有啦，讲真的，你们3个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像我是每天想放假，我们老板不给休，每天一直让我们去上班，我们上班都战战兢兢的，怕的要死，因为很怕把病毒带回来传染给家人。所以说你们才是最幸福的。你那是蛮可怕的，那一定要上班，那没办法，那很对啊。讲到这个啊，那个我这边有件事要请大家帮忙啊。什么事？你讲啊，大家兄弟一场，你在那边38。我现在租的这边啊，那个到期了啦，所以我要搬家啊。明天看大家有没有空可以帮我搬一下家。喂，是那个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收讯真的很差，我赶快去找别人帮忙。他刚讲什么我没听到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这边收讯不好。你有听到吗？我没有听到啊。我刚才有听到，好像迪哥好像需要人家帮忙，但是我听不清楚他要讲什么。要不然我的人我一定挺的，你们都知道我的人啊。对啊，一定的啊。对啊。讲真的哦，你们确定你们什么忙都一定帮吗？当然啦。你在讲什么啦？大家认识那么久了，你说那什么傻话？好啊，那你们也知道，我刚刚就讲，我真的都每天在家带小孩，没有赚，没有收入。对啊。不情之请啊，你们有没有10万8万借一下，生活用的啦？那有什么问题啊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谢啦，跟我一起。喂，Hello，这时候2个一起定格会太巧了。喂 ，Hello， 你是北七啊啦，当去洗啊。上那个底下讲定，没定格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讲好了，我等下账号传给你哦。我先去顾小孩哦，哈。拢你啦，有够衰，搁了10万啊！